看有中钢运通公司退休的船员，讲因一世人为公司打拼，结果公司选择因要退休的退休金来动骹手，佮打压争取权益的劳工哦。因要求公司应该甲伊应得的退休金全部还印。我们在船上喝风喝浪的时候，你们在那边1年领60个月、30个月，请问你们那些高薪，你们领的心里安不安？ 退休船员将满百个部门讲出来，11直直判伊控诉中钢运通公司将因的退休金摘去。站出来的这一些只是少数，每天中钢大楼下面都有12到14位的退休同仁站出来表达他们退休金给付不足的这个诉求。 抗议的行动已经进行伫要3天啊！这船员表示，因一世人替中钢运通公司走船，认为家己就是公司无定期的员工，却因为因签的是定期契约，算退休金的时阵就吃亏啊！退休金补足，退休金补足，勿再欺骗劳工，勿再欺骗劳工。 今年9月，高雄市劳工局解集协商，中钢公司表示，敢若愿意加付50万，船员无满意，双方继续拍官司。船员批评公司甘愿开600万请律师来剥削劳工，嘛无愿意给因退休金。他们所提出的一个诉求金额，跟中运这边所依照相关他们在对于从船员法的认定上的一个差距啊。 那这个部分呢，如果双方面还是没有办法去取得一个共识前提之下，当然只好借助现有的一些施法。劳动部的代表伫记者会顶悬表示，到底算定期，也是无定期，也是爱照个案的状况来处理。劳资双方继续争，也是无共识。记者林思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